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越講越有料。那女人呢一世，無論做乜唱選擇，似乎都冇法全身而退。46歲唱到結婚，34歲唱到輪石嗰時，她應該已經做好咗準備。這段婚姻幸福，但肯定沉重。張輪石係屋企嘅獨子，佢肩負住傳宗接代，所以喺兩個人確定關係嗰陣，張輪石就表示希望能喺1年內做爸爸。喺2016年11月11日11時11分，浪漫嘅佢哋正式領取結婚證，成為名副其實嘅老妻少夫。喺呢之前，佢哋經歷咗2年嘅深思熟慮，呢樣嘅男女關係引嚟好多質疑同反對嘅聲音。張輪石嘅家人極力反對，而鍾麗緹身邊嘅人都擔心張輪石只不過想將鍾麗緹當成蹺蹺板，而事實證明佢哋真係好適合，有一樣嘅興趣愛好，有一樣浪漫嘅情趣。喺節目中兩個人日久生情，亦奠定咗愛情嘅基礎。鍾麗緹雖然比張輪石大12歲，一齊嗰陣根本冇違和感，佢本來就保養得好好，為咗張輪石更加係拼命嘅鍛煉、減肥、養生。6年過去咗，兩個人嘅感情如初。佢想俾張家一個小朋友，雖然佢嘅3個女兒都改姓張，但係佢知道張家需要一個自己嘅小朋友，所以呢啲年佢唔停咁往醫院跑，都食咗唔少苦，甚至仲去咗寺廟求仔。但係6年嚟，佢嘅肚子一動唔動，一係因為佢真嘅唔年輕咗，如今已經52歲，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佢已經生過3個小朋友咗。鍾麗志疑似懷4胎圓夢婆婆，其實鍾麗志同張輪石避孕多年，但一直都冇好消息。主要仲係鍾麗志可能真係年紀有啲大，之前都生咗3個小朋友咗，大女兒都到咗講婚論嫁嘅年紀咗。鍾麗志身體素質冇問題，堅持健身，最新動態。鍾麗志錄影片，肚子凸起好明顯，呢次都唔係嗰種中年啤酒肚嘅感覺，而係中間凸起，仲有肚子尖尖嘅感覺，好似係懷孕嘅狀態，差唔多3、4個月嘅樣。鍾麗緹係混血兒，媽咪係越南人，爸爸係中國人。佢喺加拿大出世，所以佢嘅個性好豪放，長得又非常性感，係一個咁大膽表現自己嘅女仔。後來佢跟住爸爸返到香港，仲參加咗綜藝選拔，憑住佢唱顏值身材同高學歷，當然係勝券在握唱。果然鍾麗緹呢個名字一炮而紅。佢雖然不太會講中文，但仍然受到大導演唱青睞，爭先恐後請佢拍戲。嗰時候唱鍾麗緹既清純又性感，熒幕形象非常棒，被稱為最性感唱女神。1998年，18歲嘅鍾麗緹被爆已婚，對方係一個比利時嘅男人，仲為佢生咗一個女兒。正因如此，鍾麗緹嘅名氣一落千丈。佢只得18歲就偷偷早婚，並且生咗小朋友，觀眾對佢唱好感一下子就冇咗。事業受到打擊之後，鍾麗緹一家3口去咗國外生活。在婚姻生活中，佢終於意識到自己年少無知同任性。這段婚姻到咗第4年就結束咗。2002年，佢成為單親媽咪，再次回國發展。曾經嘅玉女掌門人回來之後，已經錯失咗最佳時期。佢再也不係當年嗰個紅到發紫唱女主角，只能夠接一啲邊緣角色。為咗養女兒，佢也只能這樣無收入，孩子同自己唱生活都得不到保障。但係佢又陷入咗愛情，不適合自己唱愛情。佢愛上咗台灣省嘅音樂才子嚴曾。兩個人迅速墜入愛河，因為鍾麗緹要賺錢養家。婚後佢前喺香港定居生活，7年之間，鍾麗緹再為佢生咗2個女兒。喺小女兒1歲多時，婚姻破滅，男方離開。
留低2個孩子，鍾麗緹唱壓力更大咗。好多人講，在這段婚姻裏，男方比較卑微，因為鍾麗緹本身比較強勢，又比較會賺錢，個性潑辣，這樣唱婚姻注定維持不太久。所以鍾麗緹嘅2段婚姻乜嘢都冇留俾佢，唯一嘅收穫就係3個細路，其他嘅都係傷。呢啲年佢都係努力賺錢，3個女兒都養育得非常好。佢可能都冇諗到佢仲會迎嚟第3春，而且呢第3個老公係一個高大帥氣嘅小鮮肉。佢一直就唔排斥姐弟戀，但係佢都驚。張倫碩係比佢細12歲嘅北方男孩，年齡同佢嘅大女兒只相差幾歲。2個人因為綜藝節目假戲真做，成為咗真心實意嘅戀人。呢段感情當然一開始係唔被祝福嘅，女兒都擔心媽媽再次受傷，表示唔理解。但係張倫碩用實際行動證明佢係認真嘅。張倫碩唔單止對鍾麗緹無微不至，對佢嘅女兒都視如己出，用2年嘅時間得到咗所有人嘅認可。2016年佢哋舉行咗婚禮，呢一次鍾麗緹係真嘅好幸福，藏都藏唔住。都講張倫碩仲有大好前程，佢點解要呢個半老徐娘，仲要養3個小朋友？孩子啱唔啱腳？腳知道，如果你睇咗佢哋嘅直播，就知道佢哋有幾合拍。默契有時真係需要心靈相通。張倫碩同鍾麗緹之間嘅默契真係令人羨慕，無論係節奏定係動作都能夠做到同步。52歲嘅鍾麗緹喺直播間活力四射，你根本諗唔到佢係一個52歲嘅女人。有人講，控制不到體型嘅人都係好食懶做嘅。鍾麗緹原本就有 1.68 嘅身高，骨架亦比較大，屬於灰梧型嘅。如果佢唔自律，早就5大3粗咗。喺佢結婚6年嗰時，老公送上咗一個又一個驚喜，佢感動得好似個情竇初開嘅女仔，一臉嬌羞。而呢6年，婚姻愛情能夠保鮮，都離不開佢嘅智慧同努力。其實一家5口唱樣子，亦係令人羨慕。女兒好快長大，而佢仲未老。雖然鍾麗緹一直諗為張家生下1兒半女，但係佢已經贏得咗全家唱肯定，連公公婆婆都對佢嘅女兒特別好，一家人非常和諧，真係好難得。3個女兒都長得好靚，身材高挑，同媽咪嘅感情亦都非常好。鍾麗緹教育小朋友都係好用心。轉眼6年過咗，網友都替佢擔心，即將踏入第7年，不知佢前會不會經歷7年之癢。但係見到佢哋幸福唱樣子，網友唱擔心可能係多餘唱。佢唱女兒長大咗，真係越來越靚，大方可愛，個性仲有啲遺傳咗媽咪。女兒一直擔心媽咪，因為生4胎太辛苦，一直避孕嘅佢不知道有冇放棄唱念頭。其實佢真係不太適合再生小朋友啦。女兒唱擔心並不多餘。談到鍾麗緹，我們腦海中首先浮現唱會係佢嗰句有驚人衝擊力，唱完美線條。然而每一道性感魅力之下，卻係不為人知嘅付出同堅持。回顧時光返到1993年，當時鍾麗緹毅然決定背離商科專業，堅定地踏足影視事業，正憑自己嘅力量去贏得選美比賽季冠。咁樣嘅成就令佢嶄露頭角，奠定咗佢喺新一代女明星中嘅重要位置。即使鍾麗緹孤身一人面對生活嘅挑戰，佢依然堅強勇敢地謀求將來。人生歷程中往往充滿着波折，呢段低潮將會成為新嘅高峰嘅墊腳石。鍾麗緹並未被挫敗所打倒，反而復出回歸演藝圈，下定決心要提升自己嘅演技水平。經歷2次失敗婚姻之後嘅鍾麗緹對待感情嘅態度更顯理性同冷靜。昔日嗰個全身心投入感情，
無私奉獻嘅純真女孩已逐漸消退，取而代之嘅係一個深知愛護自己嘅成熟女性。我哋無法強制改變一個人嘅本質，真誠嘅愛情應該基於自我認識同接納他人嘅基礎之上，而非盲目犧牲自己。呢正正係鍾麗緹同嚴分手帶嚟嘅寶貴啟示。佢唔再急於為愛努力改變自我，學會喺保持自我認知嘅同時去理解包容他人。只有內心足夠堅強，先至能夠揾到真正嘅幸福。